各位家課望過嚟，今日幫你哋喺珠海嘅市區呢度揾到一套精裝修嘅別墅，首期只需要30個，你就可以擁有一套珠海市區精裝修，你冇聽錯啊，係精裝修嘅別墅。呢度就位於珠海情侶路隔離啊，3萬嘅首期，你就可以攞到呢套精裝別墅，總共3層。我哋而家嘅位置喺第1層，咁我哋去負1樓望一望。OK， 咁我哋而家嚟到負1樓呢一度望一望。呢個位置咧做咗個酒窖位啊，呢個吧台，咁啊呢邊咧係個會客廳。哇！呢度擺啲健身器材喺度做 gym 啊。OK 啊，呢度有個天井，係啦，有個天井嘅一個位置。咁啊呢邊咧就係一個洗衣房嘅位置。呢度負1樓都有間套房喺度嘅，嗱呢度。OK， 咁我哋而家上翻去2樓望一望。OK， 而家嚟到2樓呢度望一望。出電梯嘅左手邊係一個套房，可以作為你嘅一個兒童房啦去使用嘅。右手邊呢度咧就係你嘅主人房啦。哇，主人房呢度仲帶埋一個獨立嘅工作室喺度。嗱，呢度係主人房嘅一個圖紙啊。呢套珠海市區精裝別墅，首期只需要30個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感興趣嘅家課啊，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